記者採訪張柏芝，想不想與謝霆鋒復婚？張柏芝的回答：一旁三胎娃娃大哭，惹人憐。人們常說時間是最好的良藥，對於曾經恩愛的張柏芝和謝霆鋒來說，他們終於走出了過去的陰霾，勇敢地接受了記者的採訪。記者問張柏芝女士：最近有傳言說你和前夫謝霆鋒可能會再婚，你對此有何看法？聽到這個問題，張柏芝微微一笑，她的回答令人欽佩。記者看着張柏芝，她平靜地表達了自己的真摯感情。確實，這段婚姻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痛苦，但我堅信人生最重要的是展望未來，學會釋放過去的事。就算有無盡的歷史，你也可以選擇重新開始。張柏芝隨後用謙虛但堅定的語氣說道：至於與謝霆鋒的關係，我們一直保持着深厚的親情，我們是兒子的父母，也是互相支持和鼓勵的親密朋友。我們在一起有很多美好的回憶，這些回憶也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彼此。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，我們更期待在一個和諧的家庭環境中撫養我們的孩子。張柏芝的回答讓人驚嘆，她不僅表現出成熟和智慧，更讓人感受到她對家庭溫暖和穩定的深切渴望。她深思，再婚不僅僅是為了挽救感情，更是為了給孩子打造一個完整的家庭。當張柏芝回憶起過去的分離和痛苦時，她感慨萬千。每個人都有悔改和改變的機會。我想表達的是，現在是我們面對過去，擺脫過去的時候了。內心的煩惱，重新開始。她的言語中充滿了勇氣和內心的寬慰，令人深深欽佩。人們總是過於關注別人的私生活，無論是再婚還是離婚。張柏芝的回應卻以正面榜樣引起了公眾的關注。她並沒有被過去的痛苦所困擾，而是以冷靜和理性的態度面對問題。儘管婚姻失敗，她仍然對未來保持着美好的期望。張柏芝的回答傳達了一個重要訊息：愛情需要堅持和努力。儘管與謝霆鋒的婚姻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，但她從未放棄對幸福的追求。在她的回答中，她還強調了自己對孩子的責任和照顧。這為許多離婚或分居階段的夫婦樹立了良好的榜樣。從張柏芝的回答中，我們可以深深感受到她不斷成長和自信的力量。她敢於面對過去的挫折和痛苦，全力以赴改變自己，尋求重新開始的機會。這種積極的態度不僅激勵了自己，也給別人灌輸了信心和希望。如今的張柏芝已經成長為一位美麗又堅強的女性。她的回答令人欽佩，她毫無保留地敞開心扉，以理解和接受的態度面對過去和未來。她的回答引起了我們的共鳴，讓我們意識到，無論經歷什麼磨難，只要保持積極的態度，就能找到新的方向，獲得人生的幸福。總之，這個問題需要深入研究和討論，找到解決辦法。張柏芝和謝霆鋒再婚的問題一直備受關注。但在這次採訪中，張柏芝的回答展現了她成熟堅強的一面。她拋開過去的傷痛，以理性、寬容的態度面對再婚問題。她特別強調自己對孩子的愛和責任，向世界傳遞積極的生活態度。張柏芝的回答無疑值得點讚。她用自己的經歷告訴我們，無論我們遭受什麼挫折和痛苦，只要我們敢於面對並做出積極的改變，幸福和新的開始就會降臨到我們身上。2025年5月16日，上海某攝影棚內，一場圍繞張柏芝的深度專訪因三胎兒子的突然啼哭意外成為焦點。當記者拋出是否考慮與謝霆鋒復婚的尖銳問題時，這位曾以玉女掌門人形象紅遍亞洲的女性，正低頭輕拍懷中哭鬧的幼子，眼中泛起淚光。她抬頭時，嘴角仍掛着標誌性的微笑，但聲音卻帶着幾分哽咽。10年前我就說過，婚姻不是人生的終點，現在更不會回頭。這場採訪的背景是港媒近期連番爆料謝霆鋒張柏芝復婚、三胎生父疑雲等話題。自2018年張柏芝秘密誕下第三子後，
關於孩子父親身份的猜測從未停歇，而謝霆鋒與王菲的風飛戀穩定狀態更讓傳聞越演越烈。此次採訪中，張柏芝首次打破沉默，以母親身份直面公眾質疑，其回應中流露的堅韌與柔情，讓這場看似八卦的追問，意外成為一場關於女性成長與母愛的深度對話。復婚傳聞背後的情感糾葛，從金童玉女到各自溫好。婚姻裂痕，艷照門與飛機門事件。張柏芝與謝霆鋒的婚姻，始於2006年菲律賓海島的浪漫求婚，卻在2012年因艷照門餘波與飛機門事件徹底破裂。2008年，陳冠希電腦維修泄露的1300張私密照片，將張柏芝的玉女形象擊得粉碎。儘管謝霆鋒當時公開力挺妻子，稱過去的事不重要，但裂痕已悄然埋下。2011年，張柏芝在飛機上與陳冠希主動合影的舉動，成為壓垮婚姻的最後一根稻草。那時候的我，太渴望證明自己沒事。張柏芝在採訪中回憶道，但後來才明白，有些傷口不是假裝不在意就能愈合的。他坦言，離婚後曾陷入長達2年的抑鬱，直到次子 Quintus 一句媽媽，你笑起來最好看，才讓他重新振作。復婚傳聞的證據鏈，澳洲團聚、醫院探望、房產疑雲。近年來，港媒多次捕捉到兩人復合的蛛絲馬跡。2023年7月，張柏芝與謝霆鋒被拍到帶着兩個眷子現身澳洲滑雪場。張柏芝在謝霆鋒針購物的超市被偶遇。同年同月，一家5口被轉赴港探望中風住院的謝賢。2024年，張柏芝搬入上海千萬豪宅，外界猜測資金來源與謝霆鋒有關。據悉，張柏芝經紀人 Emily 多次在直播中以先睡吧如果是事實，他們肯定自己公開等幽默回應闢謠。而謝霆鋒工作人員也曾在2025年5月明確否認復婚傳聞，精假新聞。但公眾的好奇心並未因此平息，反而因張柏芝3胎生父成謎而越演越烈。張柏芝的回應，從玉女到超人媽媽的蛻變。現場直擊3胎哭聲中的坦然與柔情。採訪當天，張柏芝身着白色針織衫，懷抱3胎兒子 Marcus 現身。當記者提及復婚問題時，Marcus 突然大哭，張柏芝立即低頭輕看，手指輕輕撫過孩子的髮梢，他抬頭時兩腔微紅，但語氣堅定。很多人問我後不後悔，但我覺得人生沒有白走的路。我現在最驕傲的是3個孩子都健康快樂。他透露 ，Marcus 出生後，他推掉了所有非必要工作，每天凌晨4點起床為孩子準備副食，甚至自學兒童心理學。他第一次叫我媽媽的時候，我覺得所有的辛苦都淨了。談及育兒心得，張柏芝眼中閃爍着光芒。我告訴他們，媽媽不是超人，但會永遠做你們的鎧甲。對謝霆鋒的態度，從怨恨到理解。當被問及如何看待謝霆鋒與王菲的戀情時，張柏芝沉默片刻後笑道：他們很幸福，這就夠了。他坦言，離婚初期曾對謝霆鋒心存怨恨，但成為母親後逐漸理解，他也是第一次當爸爸，我們都犯了錯，但孩子是無辜的。他透露，兩個兒子與謝霆鋒的關係很親，父子常一起滑雪、打遊戲。Lucas 曾問我，媽媽，為什麼我們不能和爸爸住在一起？我告訴他，因為愛有很多種形式，爸爸媽媽的愛是希望你們能自由成長。三胎生父謎團，閉口不談背後的保護欲。自2018年誕下 Marcus 以來，張柏芝始終未公開孩子生父身份。面對記者追問，他低頭輕笑，孩子不需要標籤，他只需要知道媽媽愛他。他透露 ，Marcus 的出生讓他重新審視人生。以前我覺得愛情是必需品，現在才明白，母愛才是永恆的燃料。公眾視角，從食瓜到共情的輿論轉向。網友熱議，從復婚期待到支持獨立。在社交媒體上，張柏芝的回應引發兩極討論。
部分網友仍期待風之復合，認為為了孩子應該破鏡重圓，但更多人選擇支持他的選擇。他已經從謝霆鋒前妻變成了張柏芝本人，這才是真正的成長。心理學家李薇分析，公眾對張柏芝的關注，本質是對女性獨立價值的探討。他用行動證明，婚姻不是女性的唯一歸屬，母愛與自我實現可以並存。二、媒體反思，從窺私到尊重。此次採訪後，多家媒體開始反思對明星私生活的過度關注。南方都市報評論稱，張柏芝的眼淚是對復婚八卦最有力的回擊。公眾需要學會將明星視為人，而非娛樂商品。四、張柏芝的未來，事業與家庭的平衡術。一、事業重啟，從花瓶到製片人。近年來，張柏芝逐漸將重心轉向幕後。他擔任製片人的紀錄片《母愛無界》獲得香港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提名。片中記錄了他與3個兒子的日常。我想告訴所有媽媽，你們不是孤島。他說道。二、教育理念，培養獨立靈魂。談及育兒觀，張柏芝強調尊重與放手。他透露，大兒子 Lucas 已開始學習編程，次子 Quintus 痴迷籃球，而 Marcus 則展現出驚人的音樂天賦。我從不逼他們學什麼，只希望他們找到自己的熱愛。五、當風之戀成為過去式，張柏芝的答案在風中。採訪尾聲，張柏芝抱着熟睡的 Marcus 走向保姆車，陽光灑在他被風吹亂的髮絲上。他回頭微笑，人生沒有標準答案，但愛永遠值得。這一刻，他不再是謝霆鋒前妻，也不是艷照門主角，而是一個用母愛治癒自己的母親。從金童玉女到各自安好，張柏芝與謝霆鋒的故事，或許早已寫下了最真實的結局。而公眾對他們的期待，或許也該從復婚的執念，轉向對一個女性在風雨中自我重建的敬意。正如他在採訪中所說，過去的我活在別人的劇本裏，現在的我才是自己的導演。